是这的，这有红的，我们说它很痛，很痛，上厕所它来我看，这是肿的。感染了，这也是保洁导致的感染。你看为啥子会感染？他爱去耍，跟挨到耍有点关系嘛。里面感染是里面感染了，不是外面感染了，搞清楚不？好搂着，先把炎症控制了，把感染控制了，就它不红肿了。到时候看小心点，如果不红肿了，就来把反一下。你现在这个都感染级的是不能反的，为啥子会感染？为啥子会红？是因为里头的脏东西没清洗，就刚才那小朋友一样，里面全是那种包皮垢。当然是意思说来洗啥子。要把里头清洗了才应该反出来。反复好个又。里头反反复复都不来整了，哎，咋整的呢？没哪跟你说要反洗吗？你在哪儿看了吗？都没喊你反吗？没有他洗。咋？俺跟你说了喊你洗了，你杆儿洗外头起点作用呢？要把里头反出来，清洗了，里头长的东西时间久了就感染了。就臭水杆儿一样，时间久了就发臭了，一样的道理。痛了也要反噻，你不能说痛就不反，对不对？缴费，去拿药。